周身酸痛唔好忍，立即用海山華佗活絡油或鐵打止痛膏。佢對腰酸背痛、頸緊膊痛、鐵打扭傷、運動抽筋特別有效，不論新舊傷患，搽一搽效力直達患處，而且氣味清香，成個人精神爽利。海山華佗活絡油古方配製，成分天然，通過加拿大 MPN 認證，值得信賴。海山華佗活絡油，鐵打聖藥，一搽見效。人生大事，華麗見證。華麗宮為你每一場人生大事呈上最體面嘅排場，最講究嘅味道。平凡嘅家常菜，其實就係最難忘嘅幸福。一家人齊齊整整，先叫做真正嘅圓滿。人生中每一個重要嘅時刻，華麗陪你過。華麗宮集九商場，電話416-299-1622。7號莫嘉瑩 Christine Mo， 8號林詠彤 Sabrina Lam， 2025多倫多華裔小姐競選12月1號於萬錦市希爾頓酒店及會議中心隆重舉行。2025多倫多華裔小姐競選最上鏡小姐誰屬競猜遊戲及最上鏡小姐獎兼至尊贊助，士嘉堡 Kings Cross Hyundai。即係演藝界咧係好需要一啲唔同嘅新面孔啊！一呼一吸，全部都係判斷。每個台詞只係講一次，好希望大家接受。轉角星期日下午5點05分，新時代電視1台。乳癌係指乳房內嘅乳腺細胞失控分裂同生長所形成嘅惡性腫瘤，高發人群係40到60歲嘅女性。同其他癌症唔同嘅係，乳癌嘅成因同雌激素非常相關。今年8歲嘅佩彤4年前開始身體會出現不由自主嘅動作，最終發現佢原來係患上抽動症。抽動症未有確實成因，現階段未有根治嘅方法。最強生命線，星期4晚上11點，新時代電視1台。以下節目部分內容或鏡頭可能會引起觀眾不安，敬請留意。